我係11年開始做外貿，但係因為關稅啊，國內係完全過唔到去㗎啦，時我就跑咗去美國。我嚟自南海西樵嘅，我係做外貿嘅。我哋公司亦都係做咗20幾年嘅外貿㗎啦，從傳統嘅陶瓷到依家嘅有做收入定製。我呢一 part 嘢咧，其實主要都係做翻外貿為主。我係11年開始做外貿，早期係做進口嘅外貿生意，咁會做一啲大型機械，例如垃圾分子號嘅成個主體性嘅嘢，我哋會幫佢成條生產線引進翻嚟，咁亦都有做橡筋木方，供俾呢啲落重嘅家具。咁因為政策原因，咁我哋後邊就冇做進口呢一塊嘢。當時我就跑咗去美國，做咗我哋美國嘅公司，陶瓷嘅批發為主。OK。一路做都 OK 嘅，但係因為外貿原因、關稅啊各方面所有嘢，咁就要去到東南亞採購，因為國內係完全過唔到去㗎啦，咁就一路去做呢個批發生意，到19年尾過唔到去啦，一路喺度諗有啲咩搞啊各方面嘢。原先我哋嘅客戶其實佢成間屋都係要採購嘅，咁我哋喺美國就會同人哋講，我哋不如大陸有啲嘢我哋係可以一次過幫你配到過去嘅。咁做咗第一單之後咧，陸續做啲客戶，喂，不如幫我喺大陸揾一個相關嘅人幫佢設計下間屋啦，咁順便就所有嘢就全部喺大陸過去咁樣樣。明白。都有做我線上嘅叫做品牌嘅推廣，有人詢盤，但係好難變現。依家嚟講，我就將我原先呢一個線上嘅團隊就減得剩翻一個人，主要嘅方向就係翻室內設計同埋木作設計上邊做翻一啲中高類嘅客戶比較為主咯。未有線上嘅圈子嘅時候咧，你第一波做項目嘅係點嚟嘅咧？係我哋原先嘅客戶嚟嘅。我美國我係有一個後邊倉前邊店鋪嘅一個店鋪，咁佢亦都有啲 C 端客戶走入嚟嘅。攞開嘅時候佢就話：喂，不如試下幫我採購翻嚟啦。主要嘅市場而家始終都係海外多咩？國內都有。知我做呢行之後，咁就會叫我去嘗試下做一啲別墅、咖啡鋪、大平層類嘅嘢咯。即係我依家兩邊嘅客戶都有。個問題就係唔知究竟我自己應該係中文出鏡、粵語出鏡定係英文出鏡，我都唔知點。一般嚟講就客群嚟講會定嘅。如果你話你想要做外國嘅生意，咁你咪講英文咯。你如果呢一個咁靚仔又做英文又拍片咁樣，我哋講好快你會形成一個波段，你就拍你點樣攞一啲中國嘅產品去驚豔咗外國佬，你呢邊就流量就會超級高㗎啦。係啊，介紹咩叫風水。如果你有啲咁嘅內容嘅話咧，你好快會起，因為係差異化嘅問題。咁當然去到 TikTok 會唔會本地人都好興奮呢？咁我哋到時候要試一試先。但係我哋頭先講嘅呢條路線，其實本地應該你會幾容易做得起嘅。到時候要從你個人出發，點解呢？圈子生意咧就係要從你個履歷啦，從你嘅案例啦，你當時點樣去揾到個老闆啦，個老闆點樣又識你啦，可能要從呢啲嘢去揾。假設100萬喺珠江新城做一個裝修係點嘅？今日帶大家睇睇，咁佢就會咩啊？呢個圈層就會捉到啦，就佢個消費力就會捉到啦，就係咁咯。